大家都知道喺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領嘅農民軍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呢就喺煤山吊頸自殺，明朝宣布滅亡。但係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實喺最後嘅時刻呢，崇禎皇帝仲係有機會避免吊頸嘅命運嘅。譬如話李自成曾經喺寧武關呢就受到明朝武將周瑜吉嘅拼死抵抗，結果傷亡慘重，打過退堂鼓唔敢去北京嘅。又例如崇禎皇帝曾經召集高級官員開會討論南遷走佬去南京嘅，甚至到咗北京城破嘅時候崇禎皇帝仲係有機會逃出生天嘅。咁喺最後時刻，究竟發生咗乜嘢事，令到呢啲可能發生嘅事最後冇發生到，眾叛親離嘅崇禎皇帝最後只有死路一條呢？以前講明朝歷史嘅書一般都係討論天下大勢，好少關注崇禎皇帝身邊啲細節嘅。而唐元彭老師呢一本新書《崇禎72小時》呢，就另辟蹊徑，從崇禎皇帝身邊嘅軍事、財政、人事鬥爭等等細節入手，帶住我哋呢一齊睇一睇明朝最終係點樣走到最後一步嘅。崇禎皇帝又係點解冇路可走，最後只能夠一死了之呢？明朝嘅滅亡向來都係一個熱門話題啦。咁呢一本書呢，就俾咗我哋一個更加近距離嘅視覺去觀察同埋了解呢個重大嘅歷史時刻。咁而家新書上市啦，出版方呢俾到好好嘅優惠咁隨書呢仲附送一個皇帝御書嘅書籤。咁有興趣嘅朋友呢，不妨點擊下方嘅購書鏈接，買本翻去呢慢慢睇一睇啦噃。